你話油價係咪當然會慢慢落返嚟啦？根據琴日3月4號嘅彭博報道咧，董王咧準備提供俾啲郵輪保障過海峽。嗱，咁大家都而家都知道啦，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就被伊朗封咗噶啦。咁即係話而家全球嘅石油咧都唔係好夠用，石油唔夠用咧就會搞到通貨膨脹高啦，甚至經濟衰退。咁唔多唔少，你都知道董王係負全責嘅。其實嚟講就全球國家都係敢怒不敢言嘅啫。咁所以而家董王咧就話佢提供2個保障。第一咧，佢會有船護航佢哋過海峽。第二咧，叫啲美國嘅公司提供俾啲船隻買嗰啲損失保障啊。咁咧問題就有幾個啦。第一個問題就係，就算啲郵輪肯買嗰啲損失保障啊，個費用又高唔高咧？如果真係太高嘅，佢哋又會俾唔俾得起咧？第二個問題係咪意味着董王都認為呢個海峽被封嘅話，仲要一段時間呢？第三，究竟郵輪上邊嘅工作人員啊，真係想唔想咁薄呢？如果你話董王真係可以成功咁保護到啲船去過到海峽，啲石油可以又出翻去有供應嘅話呢，你話油價係咪當然會慢慢落翻嚟啦？大家話佢個成功機會率有幾多呢？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，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